首先咧，上一節咧，基本上就係屬於玄學嘅警訊裏邊嘅內容嚟嘅，係非常之咧係有參考價值。即係特別咧，當一個人啦，又或者係佢嘅屋企人啦，係面對住生死嘅時候咧，每個人嘅心情都一定好彷徨嘅。如果真係萬一即係遇到一啲玄學騙子咧，如果係冇得到一啲嘅即係專業嘅玄學嘅知識嘅教育嘅話咧，其實真係好容易做錯決定啊！冇錯，係咁，其實我覺得即係作為師傅啦，同埋我呢個節目啦，我都覺得我哋係有個責任咧，唔好話去教啦，提醒下大家啦，係嘛？提醒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呢啲咁樣嘅勾當。我哋娛樂圈都成日講㗎，咩借運啊啲嘢㗎嘛，又話咩點樣唔值得信，譬如話呢啲乜嘢咯，係啦，呢啲係唔值得信嘅，所以咧亦係已經有個案例咧，就係話借呢啲嘢咁就攞着數啊，甚至係有啲係行為係犯法㗎啦，咁都係上個庭有專家講過，即係話冇咧呢啲嘢咁。即係事實呢啲嘢係因為大家無知，即係唔知嗰樣嘢。咁我哋作為玄學節目咧，有責任要講下呢啲，以正視聽，同埋提供俾大家要小心啲。